开的花，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有一种哇，这些莺莺燕燕这些蜜蜂都会闻香而至。就来了，真的没有吗？连半个都没有，没有人追，真的没有人追。其实这就是艺人的一个可怜的地方啊。有时候他觉得他遥不可及，有没有高不可攀？其实呢，他是很希望他门口有贴了欢迎光临。群星会，为什么18姑娘一枝花，喙齿爱调整过？哦，伊即摆喙齿是有够水，即摆喙齿比我更加水。啊，那伊讲伊喙齿，大家拢知影，伊过去吼，迄个很小很小的时候爱调迄个戴牙套，即摆牙套一个调整好吼，迄喙齿真正有够，完全无共款。完全无共款。是安尼哦，正讲哦，水甲亲像花啦。无唔对啦。最近佫得奖安尼吼。得奖呀！好，我甲祝福一下。欢迎今天晚上我们台视群星会特别来宾孙淑美。淑美厉害厉害，真正愈来愈水啊！无啦，看着他长大哦，其实他确实，我们雕见鬼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他看着十几岁啊，好像15岁，对不对？以前才刚出道14岁，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了。哎对，哎，才会老皮我，你妈妈会传你的面子。不啦，我真的，现在18姑娘真的一朵花。谢谢，现在。今晚超过24了，哇哟！老啊啦，光阴似箭呐。对啊。其实那今年这样得了金曲奖之后，出片又会很大的压力。其实还好哎。还好。还没得奖之前呢，觉得哇，好想得奖哦。哎，得了奖之后，哎，好想丢掉。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最希望？现在已经得奖了嘛？对。所以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最希望？期许。哎，现在是发新专辑嘛，然后自己有在念书，明年要毕业。再来就是现在也有在演戏，拭目以待，搞不好就是一炮而红。我曾经为了走路 NG 很多次，然后还跌倒。你们走走看，老师来一个那个2005年今年最流行的冬装，由我们的这个树德技术学院。我们服装科同学，我说真的，我小时候有走过台步哎。来试一下，你确定吗？来试一次。Action， 最可爱的。为您介绍的是今年2005年最新的秋冬服饰，它的剪裁呢由名设计师孙淑妹所为大家 design。她是呢里面穿了一件白色的小可爱，外面呢一件呢韩国风的蓬蓬裙，哎不错，不错嘞，就是。很矮儿童组的，对啦，这是请在童装部购买。白安你讲那身材非常俊，5丈虽小哈，5丈麻雀俱全。你是用坚存这个要给5丈的，麻雀虽小啦。安尼哦，等你给我盖吗？那没有关系，先来看看你的小时候啊，真的吗？看当时呢这个凤凰呢在当麻雀的时候长什么样子？来看一下。来。那时候几岁？14。那是出第1张专辑的时候吧？对，第1张。我记得我穿这件衣服在别的棚，然后跌倒。对，因为地上很湿太滑。迟到。85年周末满点秀。对。回桃一楼。第2张。主要是干冰，对不对？干冰让你太湿滑倒。但是跟现在真的太不像了。以前还比较胖一点，对。这是86年的龙兄虎弟。而且以前很
很习惯把你那个亮亮的额头亮出来啊。对，他额头很漂亮。因为他们说额头很高啊，要把它亮出来，不要盖起来，而且运气会比较好。嗯。你看到有钱哦。哎，有啊有啊。我较早吼，因为是学生头嘛，然后以前啊很穷，没有钱请发型师，家里多啊。那现在这么豪华，不会弄，一定是发型师弄的。这样子是。你个讲你穷，那时候据资料显示，你是收有歌手来的。这个家境最好的，拢没安尼做童工。免烦恼的，不是讲有的人哦，他出来外面拼命的，他为了让家里呢过得比较顺畅一点。对呀对呀。所以呢，记得拼命。无遐贫苦啦，可是就是 OK 这样。OK 了。对对。听说你是唱兴趣的娘嘛？就是喜欢。就是所以唱完都不用领钱。可是我不需要这些钱，拜托不要给我。所以他现在没有唱了之后啊，就没有办法不唱了。因为有签约，哦，来都有亲在爱玩的。可是现在已经唱出兴趣来了，对，因为现在把它当做兴趣，然后还有工作，很好。其实很多人在家里呢，他无非就是在等一首好歌，一高唱，会给唱能掉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？我来唱《弹多安弹多看》的第一条歌。这是我第一张专辑。够用的哦，弹嘟啊。对呀，我来讲蛋哦，拢讲安，然后他们就讲那什么口音啊？弹嘟啊，讲多几首哈？弹嘟啊，讲妈妈你无对我讲。来，一起来欣赏。你今晚应该交男朋友了吧？现在没有，真的没有男朋友。哎呦，其实呢，一朵盛开的花，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有一种花，这些莺莺燕燕，这些蜜蜂都会闻香而至，就来了。真的没有吗？连半个都没有。没有人追，真的没有人追。其实这就是艺人的一个可怜的地方啊。有时候他觉得他遥不可及，有没有高不可攀？其实呢，他是很希望他门口有贴的欢迎光临，你们都没看到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要多笑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之前戴牙套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你拍摄球？无，我戴牙套的时阵啊，伤恐怖，人会惊。有既定印象啊。可是牙套拿掉了啊，所以你现在要多笑，好，多笑，然后男生就会觉得，你好像蛮有意思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私底下很邋遢可能是这样啊。那就算了，离我远一点。因为我很喜欢穿拖鞋。拖鞋也不会邋遢啊，真的吗？其实呢，女生要漂亮，真正人家说了，没有丑女人呢，只有懒女人。那如果说真正你要让自己呢感觉到很气质很好，在家里呢很有感觉，很有女人味，其实就是要把家里弄得很干净，然后自己出门让人家觉得哇，光是呢看着就知道说这是一件艺术品，就不敢呢对你呢真是说粗话啦，或者对你乱来都不会，那是自己散发出来的气质。所以牵头都唔能够牵啊，好不好？牵头是咧拍囡仔用的。
不是怕小强。怕小强。扔舞。来，再来欣赏一首歌曲好了。好，那我一样带来这首歌，还蛮多人喜欢的。拜托，那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啊。真的吗？有时候我们经常就去卡拉 OK 唱歌啊，KTV 啊，你去我拢点这条。真的啊。这是阿孙的心声哟，啊，我看过。你是讲原来不是人唔对，是你唔对哈？不是，我是别人的屁屁情侣。哦，这样。很多女生跟男生都还蛮喜欢，因为这首歌。某部分写到别人的心坎里。我有一次到监狱去唱歌啊，然后刚好那时候要打歌，我得唱一条《尾当回头的路》。尾当回头的啥？很不恰当。对，然后台下的人脸都绿了。这跟他人咧结婚的，我讲我唱一条，啊，下面要来介绍这条嫁唔对人。常常外歌拢是安尼啊。对啊，这个所以你的歌有当时都要放一条哦，所以怪不得你会像把爱情恰恰恰那种歌，对，重新改编。有当唱选举秀啊，是什么说无得唱。嘿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我有条歌叫做《明知已经无缘》，结果结婚场刚唱了，选举场唱最可怕。唱嘛，有调，都无调。啊，你尽量迄歌名后摆甲恁公司讲，一定要内容哦。对，内容如果很哀怨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那个歌名要吉祥一点，有没有？吉祥一点，对，真的对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对呀，对啊，比如讲哦，选举你个唱讲哦，比如讲哦你是我感觉上成功的人，但是内底是哦唱讲哦，我感觉我足艰苦呢。一定会成功那种歌最好，成功的条件对吧？给你一点也好过啊，类似那种，对不对？那种就是选举歌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咱就要来看哦。在阿妹呢，这个以前呢，她其实模仿过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女生。我模仿过叶姐。你会模仿？你不知哦？因为以前当新人的时候啊，就是很菜嘛，然后不能上通告。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来，欣赏一段。哎呦，哇，你还会吹长笛哦！学86年隆胸虎，可是很烂，吹的。拉扎波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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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扁你哦，受不了！哇，好不错，没有。我干嘛呢？那应该是杨林的脸，然后学你的声音。哦。用杨林的脸，然后对唱你的声音。哎呦，很难呢，很难呢。这是杨林的，那个是假发，好小哦。这个声音是你的吗？还是不是啦？哦，是杨林的，杨林的，对嘴，杨林的唱片。看得出来你很爱演，好爱演哦。对，很爱演。好小啊！对呀，好小。才国中。国中啊？对。这是89年。对。龙兄虎弟的。第一次上龙兄虎弟哦。第一次上。其实那时候上这个节目压力很大，对，很难，而且去跟他们开会开好多次，要穿什么啊，要怎么表演，还要再表演一次给他们看。好好爱我。这是你自己唱的？对，他自己唱的声音。哎呦，哇塞！我蓬蓬头上面还戴一个帽。我以为你得到什么大头症还是什么？属于你。以前对啊，国中，你会长大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时间会改变一切。对，没错。可是确实那时候印象，不过以前上节目真的是大家艺人就是比较尽心尽力，很辛苦。以前新人要上节目的时候非常的辛苦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你嘛，然后你要就是说飞上枝头当凤凰没那么容易。可是现在上新人也更难呢，因为就算你有才艺都很难挤上来呀。从一头开始的就是很难的啦。
是，但是现在呢，要送给你们的闪亮亮的这个成绩单已经缴出来了。对。哇，你看看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呢，是描述高雄港之恋。对，因为我高雄人，你高雄人嘛？嘿，我头家想讲吼，高雄全部代表作，想让我唱一首高雄的歌，然后让大家听听看。也许就变成了诗歌了。对，像《家人山之恋》的有嘛，对吧？